iGrab AI 便利櫃係一款全新嘅 AI 識別自助購物系統，機身細小，只有傳統售賣機嘅一半，結構簡單，通過鏡頭辨認客戶拎咗咩嘢產品，準確率高達99.99%。呢套 AI 識別系統顛覆咗傳統售賣機購物方式，令購買過程舒服簡單，使用流程簡單方便，顧客只需掃描二維碼，跟住就可以開門取貨。手機會顯示所有產品嘅價錢，客人可以一次購買多件商品。當客人關門之後，系統就會自動結算，唔使等待。關門後一般1至2分鐘就可以結算。最後會有電子收據，大大提升咗效率，滿足客人唔同嘅需要。iGrab AI 便利櫃適合各種場景，包括酒店、醫院、健身室同埋大學等等。立即聯絡IVM了解iGrab AI 便利櫃嘅更多詳情。